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11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世界12强的野球赛，台湾队昨拍赢委内瑞拉，连续赢第2场。咱和日本做伙提早进入复赛。高雄地大塑公司的林园厂昨透明发生爆炸，环保局已经派人了解详细。 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幼儿园和幼囡仔做伙佚佗，嘛说明托育公共化这款照顾儿童的新政策。观众朋友，咱今来关心世界12强的野球赛，咱台湾这队昨暗又搁拍赢委内瑞拉，投手张毅拍头阵，头尾结7局，无失个半分，搁三振对手6个球员，搁再配合咱进攻这边，伫咧第7局有冲破对方的防守线，将其尾以3比0继续赢第2场，甲日本做伙提早进入复赛。良好3坏，挥棒落空，最后用一个146公里的 high fastball 三振了阿布达卡。 第12球，中华队单红文总算解决委内瑞拉最后一个打者，替中华队摕到2连胜，甲日本队斗阵晋级复赛。良好3坏，垒上跑者走了，哇！这个球是一个外角的一个速球啊，打者没有出棒啊，遭到了3振。这场伫台中洲际球场的比赛有赛，由中华队战委内瑞拉，今日个拍线也是0比0。中华队伫这个上2个人出局了后，发动攻势。 林铁栓经着补上，大大朱玉贤个球拍到3垒方向，是一记长打。垒上跑者走了，这个球弹倒，林德先生受伤过来，闯过3垒要拼回来了，这个大工程让中华队在击拳上半4-4。倒外野手用珍贵时间接到球，和林铁栓走上垒包等来本垒，替中华队伫这个上先摕到分数。 大大朱玉贤中道拄出些查某囝，很有好的运气。本季中1年度 MVP， 佫是全垒打甲安打王。第12强的第1个打席，就靠平手一垒有人，甲对手布阵3个难题。啊那下一棒的王维成，嘛补一支有打点的安打。这一棒左半边，既小心的安打，又要得分了。王胜伟绕过了3垒，王维成这时候继续往2垒做推进。 中华队伫7局上拍破委内瑞拉投手防守，连上2个安打，摕到2分，2比0领先。9局上上场打击何金良拍出安打，佮发动头走垒攻占2垒得分圈。率委内瑞拉投手阿瓦瑞多控球向向失控，虽连上2球爆头球。哎呦，直接送分！ 何金良回来摕到中华队第3分，加上9局下单方面闭关成功，落尾中华队就以3比0拍败委内瑞拉。中华队先发投手张毅用102球投完7局，加强拍出4个安打，佮有6败3胜。挥棒落空，149公里的一个速球，硬是把这个危机给解决掉。 张毅好表现，带中华队赢球，啊那日本队嘛共反伫有赛2连胜，拢确定晋级。下礼拜伫东京巨蛋举行复赛，记者综合报道。虽是讲咱已经确定进入复赛，不过阴暗6点半嘛是摆好爱见日本。红一中总教练嘛甲球员讲，欢喜一个就好。日本这阵硬斗，咱着好好啊准备。望讲伫咱家己的国土，互日本队输一败。咱公视13台会准时现场转播，请观众朋友着做伙替台湾来加油。 台中洲际棒球场球迷有够欢喜，因为中国队3比0拍败委内瑞拉，摕到2连胜，确定进入东京复赛。还好投手够稳定，那个先发投手张毅真的是表现太棒了，然后投了7局，完全压制对方的攻击。当然，你当一个投手表现好的时候，攻击这一方就可以伺机找机会。 张毅投7局破百球，关键时阵佮用三振化解危机，是上大功臣。对家己好表现，张毅感觉无法度相信。佮讲第5局时阵，规身躯其实伫救筋，身体已经全身在抽筋了，只是想尽全力想要赢这场球赛。他可能就专注于在这个比赛，想要赢这场球，他完全忘记了他的投球数到底多少。这个就是展现一个斗志。 选手想要求胜的意志力，这个是，所以我很谢谢他。张毅投了真好，大大朱玉贤7局上替中华队摕到第1分，嘛真关键。
朱玉贤讲，早就做好大准备，完成任务，真欢喜。啊，若早起知影因查某囝出事啊，因某甲查某囝拢平安，感谢带来好运。我觉得禽收这方面对我们帮助蛮大，就是其实因为在面对陌生的投手，你可能只会遇到一次而已，就是在这时候他们会给我们很多资料，让我们去做赛前准备的一些参考。大家团结斗阵拼，注定优势甲好运气。中华队确定进入复赛，啊，不过有赛，还有最后一战爱甲日本对决。总教练洪一中对球员讲：欢喜吃下就好，爱好好准备，希望这摆会当打败日本。记者综合报道。是啦，永暗台湾战日本2万几张的入场券拢已经销甲大，警方嘛加派3倍卡手，要维持交通甲治安。不过，当有风声讲日本迄边有球迷是会激动甲起骹动手，总是警方表明讲还无接到这方面的情报。世界12强野球锦标赛7号的赛事，中华队对上日本，2万多张预售票已经拢卖了啊。针对外界的球迷当中可能有情绪较激动的人士，南美应援团的代志，台中市警方否认接到相关的情资，但是为了暗时的球迷人较侪，开始加派3倍人力。应援团的名义，然后可能卖黄牛票或姿势的部分，我们掌握到的。截至目前为止，那警方都没有接获到有关这方面的情资。因应今晚的比赛哈，因为这个球迷的人数众多，所以本分局呢也另外再加派的远警。警方表示，7号暗时的赛事出动了150名警力，原则上场内若是有出现着占位，或者是伫场外有咧卖黄牛票，这违反规则的代志，拢是由主办单位来负责。但是若出现着暴力行为，或者是违反社会秩序，这的相关法规的时阵，都会介入刑事公权力。警方原则上是采被动哈，除非他是有违法的状况，那原则上都是由主办单位来主动来出面来处理。2007年亚洲杯野球锦标赛，同款是台湾对上日本的比赛，场外曾经出现了外籍的乌衫应援团，警方当时嘛介入。2019年这届的世界12强第1大战，虽然相关单位拢对我讲无接到情资，但是警方甲主办单位依然是非常小心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早起去到新德县关心社会福利的团体，不过众人嘛是关心伊买卖7200几万这间厝的问题。韩国瑜早起搁伫咧 Facebook 批评讲，伊私人的资料互人泄露是真不该。啊，报道这篇新闻的媒体嘛应讲，总统候选人的财产是通互公众评判的代志。下晡，韩国瑜嘛继续针对敢有影运用特权，甲台肥公司施压力借款公开说明。韩国瑜买卖厝的争端继续受到众人议论。韩国瑜伫咧 Facebook 发表4项声明，讲这是一桩单纯合法的买卖，嘛大力谴责这款新闻互人公开，是侵害到伊个人的资料。也伊阁讲，甘愿输我清气，嘛毋愿赢了太高。伊会将心情继续灌伫咧需要国家关心的事项顶头，继续向前行。听到韩国瑜咧批评，因为国家的机器手骨闯入去，侵害到伊个人的隐私，伊用7200几万买厝这件代志，才会泄露。蔡英文总统当时讲，话就要有证据才通讲。啊，伊嘛讲，这款厝价无像是一般的平民开得到的。蔡总统早起是去到新北市的幼儿园，和幼囡仔做伙佚佗，嘛阁说明托育准公共化这款照顾儿童的新政策。咱来看卖。甲小朋友亲切互动，总统蔡英文今日无讲故事，变临时小老师，甲小朋友英文单词。总统蔡英文亲身来到树林幼儿园，嘛替正式宣传，强调8月实施的托育准公共化，和爸爸妈妈减轻一寡负担。2到3岁的小朋友，他如果是已经是在托儿或者是保姆那里受到照顾的话，而且还没有进入这个幼儿园的话，他的这个6000块的补助也会继续下去到3岁让他们在整个0到6岁的过程中不会有空窗期。来进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去周刊表讲，2021年失业期间，卖台北市南港区价值7200万的车花厝。韩国瑜即期有国家机器介入，侵害个人资料。
对此，蔡英文总统反击爱提出证据才指控，嘛考试韩国瑜的平民新quân，跟一般人认定的真无共款。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哈。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可以负担得起。对了，回应韩国瑜买车花厝，对罗清德是不是副手，这是家庭无回应。讲会伫上适合的时机，宣布上好的配合。不过外界预期，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13出来了后，选计等14下礼拜4对宣布总统副手遴选。记者综合报道。当有消息讲，蔡英文总统的副手拍算是罗清德。总统府的单局秘书长伫咧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阵讲，伊是无参加协调，毋过嘛问讲蔡总统甲罗院长拢着爱致觉守护台湾是因的责任。伊敢会接蔡英文竞选总部主任委员呢？单局是讲，伊决定是助选员的身份，这无疑问。洪社讲后礼拜4蔡老甲就可能变作是真的，身为总统上重要的幕僚，总统府秘书长单局一透早去互媒体问到，是毋是有到协调促成蔡老甲？第一个，我是总统的幕僚第二个，赖院长是我的兄弟，那我觉得我对他们2个都是非常的熟悉，我没有参与促成或者推进，我想我会觉得说越自然越好嘛。单局表示，蔡英文和罗清德拢是台湾重要的政治人物，拢应该爱了解团结做伙合作是因的责任。是不是接任蔡英文竞选总部主委的这个职位，也引起大家的关心。我是很助选员这个是很确定。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讨论主委的事。对中国国台办测试发布新26条措施，单局强调，这正明显是中国定调一国两制的方向，爱台湾的少年人唔通对台湾失去信心。那从过去的一个经验的检验，有时候利益有限。但是却没有给台湾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实益，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失去信心，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发展，我想它的空间是更大。总统大选是特别高维持台海经济和台湾在美中贸易战的经济发展，嘛正这是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当局表示会继续和府内参详对应的做法，让台湾的人才会使继续踮在民主和自由的环境安心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哪来哪烈，安全问题是第一要紧。国安局为着顾全各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安全，今日正式成立安维7号的特勤队，计共有330个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勤人员，宣誓讲一定尽心达成责任。尤其这边的大选，国安局嘛头一摆采买有法度干扰空中无人飞机的器材，望要将安全问题掌握甲搁较集中咧。为着保护2020总统大选参选人，国安局进行6礼拜训练，330个训练合格特勤人员，伫安维7号变成等地，宣誓用身躯做兵牌，未来会保障的进行防护。变做一位参选人，伫中选会完成登记迄天开始，到中选会公告当选人迄暗12点为止，协同宪警等单位共同负责维安，坚持依法行政，严守行政的中立，与候选人以及他的配偶，只有安危，没有情收。曾经参加过全国运动会比赛，与奥运金牌国手陈时欣比赛过，当时他拿到金牌，我是银牌。除了有跆拳道6段高手，一个本色进步肯维安，各装备红大雷纳、玻璃7人座小火车，顶头个会议灯花，方便参选人的团队作业。若考虑无人机可能变作空中攻击工具。国安局嘛头一摆买无人机的干扰器，操作范围差不多2公里，采2段式干扰方式，一定要阻止空中危险。这是我们近期规划，就是运用在近1-2年的勤务及大选运用的，那就是配合我们的预警情资去做个部署。那伫疏分完了后，国安特勤人员士气受到打击，为了重新包装形象，国安局嘛推出特勤形象卫历，好外界了解特勤辛苦训练的一面。这嘛是国安局特勤中心有史以来头一摆制作类水文宣。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总统大选引起的争端，高雄市一个伫国校咧服务、担当人事主任的老师，顶月日去参加公民挂草这个团体罢免韩国瑜的活动。
徛起伫台仔顶批评韩市长讲伊高雄换了无好。毋过过卡新高雄市教育局却要求伊爱写3000字的报告去交。但民进党的市议员就批评讲，市政府袂顺咱咧戒严，侵害人言论的自由。我觉得当市府员工很羞耻啊！自从韩国瑜当选之后啊。 表明家己是市府员工，参加公民割草行动假日演讲，上台批评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了后施政无好，引起现场热烈反应。不过，这名公务人员事后被发现是国小的人事主任，佮被教育局要求针对教育局10个月以来的政绩，交出3000字的感想报告。民进党市议员批评市府是戒严，侵害言论自由。大致上都是针对于韩市长所提出的政见。 抒发他个人的己见，对于他真的公务的执行的范围里面只字未提，所以我们不晓得说他哪来的有违反公务员服务法的一个法则。你们现在这些言行，已经俨然成为韩国瑜的韩卫兵，这种做法只是制造寒蝉效应，基层的公务人员一定会。 大举反弹。议员不满市府事后算账，教育局是坚持认为，作为市府的团队人员，因为无熟悉市政的内容，仅采用公务人员的身份对外发表不实的言论，打击市府的士气。根据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也不可以在公开的地方呢批评你的长官啊等等的这些呢哈，所以他也违背了服务法，所以根据我们的考绩法要做一些处理。因为政治嘛有局长伫假日替参选人徛台，市府表示参加政治活动，公务人员和政务官的规范无同，袂当参做会讲。这名主任已经涉及违反法规，目前还未处罚。言论自由伫无同款的职业有无同款的法律规范，市府只是依法办理。记者李小燕、赵冠高雄报道。前线直接看，咱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总统府的示威式，利用总统出国偷买薰这条案，顶日已经有起诉国安局醒5个小校，计共13个人员。今日第2言的侦查嘛已经断落，一寡遐薰主文上届侪人员拢总27名，是以违反税务的法律，将因处分原起诉。第2言侦查的行动主要是针对27个薰反腐上届侪人员，包含主文100条的一名林国钦，佮有替男朋友斗买大批薰的江嘉玲，这个人27名人士全拢处分原起诉一档，嘛着纳公库3万至30万不等的处分金。 搁得接受法治教育去上课。经过检察官调查，认定讲买薰犯案的过程是分2坎，大成是国安局吴宗宪小校先反腐，寄伫咧花行库房迄9200条薰，买手搁有飞轮机顶，经过一名姓白的空中少爷销出去809条薰。同款来看检调机关办案的进展，检调机关伫咧桃园杨梅交流道迄口位啊。 掠到利用电话甲网络诈欺的大走群，将主要的嫌疑犯和机房的人员19个拢掠起来，嘛扣押几落支手机啊，甚至用过毋捌看到会变声犯案的器材遐嘛有。这是专门伫咧诈骗马来西亚迄边的华人，才短短2个多月，不法的所得已经掠到2000几万了。铁门一开，检警调随攻坚。 当场查获以姓黄的查甫人带头的电信诈骗集团19个人，嘛查扣大量的手机啊，诈骗9件手机，伪造中国公安人员的证件、监视器和变声器等等犯罪证物。趴下，走！姓黄的主嫌伫桃园杨梅交流道附近的山区，租一栋6层楼高透天的别庄，作为诈欺的基地。 调查局表示，这件诈骗头一个看到利用变声器犯案，一个人搬过来的角色，用客户人员、公安、检察官等等无同款的身份，骗被害人讲因的个资外泄，互人无用寄送违法的物件，诈骗马来西亚的华人，才短短2个多月，诈骗的不法所得差不多代表2000多万。 他们这个机房清一色都是男生哈，那虽然是男生，他们用变音器可能把他的声音从男生变成女生，或者是说他们一个人就可以扮演1线、2线、3线的一个角色。
另外，调查局嘛表示，查79案的诈骗集团的成员，大部分是70、80年次少年的男性，还有一个92年次未成年的少年家，其中有过来的人拢有诈欺的前科，有3个人是通缉犯。检方侦讯了后，依照诈欺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申请羁押。记者综合报道。那诈骗真可恶，毒品嘛害人真忝，因为有真侪新型的毒品咧传。行政院打通过《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其中一部分条文修正的草案，改变的项目主要就是讲，处去食毒的人，若去互法官判原起诉，就无得确爱直接送去戒毒所。检察官会用伫家己准责，互染着毒的病人先去经过先生诊断了后，换用精神治疗还是罚金，讲起来是愈有春秋。现行的规定，检察官如果要做对这个使用毒品者进行缓起诉处分的话，必须要复命戒瘾治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戒瘾治疗。可是有时候这个个案不一定有戒瘾治疗的这个医疗上的需求嘛，他可能他的情节状况是比较轻微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修正了，把它回复成回到刑事诉讼法原本的缓起诉处分的相关的规定，检察官可以视个案的情节，不一定要做这个戒瘾治疗。法务部嘛指出讲，别日仔若阁查到数量多，阁较会引起危险，也是保存无方便的毒品者，就算法院也未判决，嘛会将先取样去来验成分，阁来就会当规批毁掉。另外，嘛通将扣押在案的新型的毒品采取一部分出来制作做迄款毒品标准的鉴本。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我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咱今仔日甲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开讲，毒品真正害死人，啊，毋是今日才开始害人。50当前，吕柳仙在念4句联，伊就捌念过一部改过自新。头尾一路回想讲，自鸦片战争到今，莫非怎样伫咧害人？国情扣内底歌句出来讲，互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吕柳仙的4句联讲：玄宗坐起金銮殿，雕神造表上义前。英雄入境卖鸦片，看来心肝有事片。当然，鸦片一个卖到尾也查出来，就是啊放火烧，讲鸦片再来教好门，这是败国做动猛，即时斩草连滚长，放火烧甲草青远。这是吕柳仙改过自新4句联内底咧念讲玄宗坐伫金銮殿顶，英国人来卖鸦片，原因放毒来外滚。讲合作清朝的江山想要分，经过林则徐一个查案，将鸦片23000箱做伙再来到虎门放火，做一摆要甲烧掉，斩草连滚长。过去的历史讲过来，吕柳仙就开始劝世，开始劝解人讲，食鸦片偌恐怖，食鸦片的人偌凄惨。过来4句联，咱同齐来甲听，讲初着学耍钱无疼，食粉飘撇好名声。你兄我弟要相请，这条死路唔通行。鸦片食条真侥幸，饭碗放落过风灯，倒落面床真惨情，亲像死的袂方便。是啊，4句联一句一句骗了拢斗句。啊有影你食鸦片、食魔灰、食着毒品的人，初着学耍钱无疼。尤其哪食你兄我弟，就有迄款人。摕来讲啊，这你毋捌食过这支粉，你食看卖。你遐我弟要相请，事实若地角，若真正买请的人，伊就会晓想讲，这条死路毋通行。过来这拍歌，听这才互你感觉讲，真正熬骗搁熬念。鸦片食条真侥幸，饭碗放落过红灯。红灯毋是讲送出山头，讲顶顶啊红灯呢，是讲食鸦片的人爱有迄拍红灯。啊，倒落面床真惨情，亲像死的袂方便。尾后，我阁讲2拍，讲甲所有观众朋友，咱来参考。吕柳仙甲咱提醒讲，这项物件免新鲜，劝恁列为青少年。莫非原理是鸦片，英语叫做海洛因。色人跋落老酒甕，莫非串害色人。有诶调工算这项，正树新的毒糖。是啦，你若青疏。你若毋捌出社会的人，有当着啊，阁政府伫咧解说，你会惊，结果就是真侪色人社会溜透透，去互魔灰害着，去互鸦片害着，啊，时机遮尔歹，认真趁都无得去趁有啊。何况讲
翕目即个害人的物件，你讲看有影无？讲到认真趁，无一定趁有价。咱嘛赶紧来甲观众朋友报道，人咧讲做 Uber 条款，就是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103条之一，写明讲辅导业者的期间到即月日的月底那尔。昨交通部嘛讲，辅导的期间决定是袂阁退后，早起就上百名走车的司机和 Uber 的业者汇集伫咧交通部门口抗议，要求交通部着要体谅，唔通放因遮创新的产业无生路通好行。夜间抗议标语呐喊口号，小客车出租业者早起来到交通部头前抗议，因为俗称 Uber 条款的运管管理规则103之一，辅导期只能到11月底。因认为就算愿意配合政府转型，但是车牌的配额有限，想要转业根本就真困难。要求交通部爱体谅业者，袂当无顾因的产业生计。现在牌在市面上联合垄断到1张15万，牌是国家特许的，牌是国家发放的，国家在一个被垄断的情况下，国家就应该要出手来打击这件事情。出租业者表示，虽然目前陆续有驾驶通过计程车司机职业登记证的考试，但是因为政府规定租赁车行的车要转入去多元计程车，嘛必须要有计程车的车牌。但是即马煞出现有的计程车业者一张车牌开价15万，黑白画价，运将想要靠行无门路。租赁业和代购司机拢爱生存，这个只是要求政府规个配套措施要做好，让大家有一个生存的机会。不管任何平台、任何的系统，在台湾一定要落地，以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要抽起重庸，让我们的业者能够有好的生活环境。面对业者的诉求，交通部强调，袂阁再延长辅导期。小客车租赁业替人驶车的驾驶人，必须要伫咧11月30日前赶紧完成转换。若是无如期转换，依法会当提供租赁业1点钟以上的载客服务，后续才阁豆豆啊转型。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交通部的消息，昨交通部有附带条件通过宜兰的铁路高架化评估这条案。早起宜兰县政府的官员去到现场会勘，嘛俩讲建设5栋后会用伫动工，建设的经费计共252亿900几万，地方就要负担56亿外。但县政府这边是话讲，嘛是望中央爱加支持我。人甲车经过滨高道来来去去，离峰时间阁算是顺。按过逐摆上下班，火车班次多，交通对大拍角。既然地方争取铁路高架化10多年，总算有条件通过。很危险，从这样铁道过去平交道过去的话很危险。如果高架的话，这样车子通过会比较顺。医院常常因为救护的原因，那都会受到平交道的阻隔，而延缓了这些病患救护的时间。通过内容计划从宜兰段到罗东段高架化，下过宜兰市黄吉乡罗东镇，除了即卖车站高架，卖增加1站冠进中心站。完工了后，会有9个滨高道消息，计划全长16.1公里，总经费按算爱252.09亿，地方爱家己送56.31亿。希望中央嘛，甲咱斗帮忙，咱宜兰县呢，咱的这个财政吼，咱就有法度来疏解。交通部伫拜三的审查会完成通过，按个认为共同开发代替无甲8亿地铁或者是高铁，可能延伸加入考量，会影响票箱收入。这要求宜兰县甲代铁局共同修订计划，接报行政院上近113年会当动工。很多地方都在要铁路要立体化，政府的钱还是那么多嘛，你就会发觉它分到很多的计划，每一个计划拿到的钱就小小的，工期就会拖得很长。运输学者提醒，各地拢在争取铁路高架化，不过政府经费有限，工期就又长，伫确定时间进行，对即卖交通问题，都先提出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司机歹钱歹赚，规定上加工资这条法律的草案，现时是还阁按伫咧行政院手底。阿曼旧时代行政院长陈昌昨说讲，照伊咧看，若无大成研究和彻底者，要定这个最低工资法，就假使讲规气定一部法律，约束一工，政府就分一个劳工一粒便当较有影。劳动部柯明春部长早起讲，安尼先伫咧批评对基层的劳工，的确是无介尊重。
劳工团体争取各大党的上加工资法，目前相关草案伫咧2月有过期结束了后，已经送入行政院审查，等议会通过，才会送入立法院。前行政院长陈冲指出，草案是将劳基法的行政命令条文提悬到法律位阶，若是无做好基本功，不如制定上加变动法。要不要提高基本工资？好，那要提高怎样的幅度？那我们也明列了一些相关参考的一些依据。好，所以这个是大家非常周延审慎去拟定的一部法案哈。用便当或我想这样的一个说法并不是很好，对我们的基本劳工也不是很尊重哈。劳动部长柯明春强调，上加工资法经过调整的议定，过程当中有确实掌握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无认同变动法的批评。前行政院长陈冲所谓的基本功，是爱伫咧订定上加工资法进前，先了解领基本工资的本土劳工人数、基本工资和所得中位数，或者是平均所得的下国比较，以及全国的薪资结构分析等等应该考虑的重点。过去他的团队就是打压基本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所以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阻挡了基本工资的调涨。当时我们就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法律位阶过低，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法律位阶，订定最低工资法。面对上加工资法讨论争议，有劳团就认为，过去伫陈冲的行政院长任内，都有阻挡基本工资调起的情形，所以伊的讲法并无适合。若是每年将要调起的基本工资23800，嘛是比劳团过去计算的数字更加低，所以期待未来上加工资法会当参考更加侪、更加正确的数字，互劳工的薪水更加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高雄地大塑公司的林园厂昨暗透暝发生爆炸，经过清查是厂内化学车咧载料的时阵，密封条的气体流出来，人员操作了阁无好势，才会爆炸导火。虽然火连咪就拍花，不过嘛有未少遐厝边兜的民众听到声，惊甲做一个精神。但环保局已经有派人去了解详细，咱来看卖。半暝1点外，化学槽车要甲车内气体传输到厂内的时阵，雄雄发生爆炸，遮尔大声嘛，甲当地居民惊甲喘一条。厂方第一时间来拍火，毋过空气当中也是非常的臭。发生问题，环保局监督之下，也没有跟我们林园区的民代、跟我们的各里长、跟我们联谊会都没有说明啊。差不多2公里都闻得到，2公里都闻到那个臭味啊。这车爆炸的地点伫咧大塑高雄林园厂，事关公安，民众是非常紧张，指控政府态度是无够积极。毋过环保局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就随派人来监测着空气的品质。过工一透早嘛，随进厂去勘查，初步怀疑是人为的操作所致。我们环保局一直监测到凌晨的5点10分。那在整个监测的一个过程里面，它的一个监测数据是都没有重大的一些污染的一个情况产生。环保局表示，目前会先以空污法来开罚，大塑可能面临10万到500万的罚金。而伊嘛发表声明讲，代志发生是因为氯乙烯厂伫咧放料的时阵，造车安全发跳起，但是拍火已经非常的赶紧，嘛无人员的伤亡，对造成民众的不安是真歹势。而伊原定要伫咧8号岁伤，嘛因为即个事件提早1天。记者王刘婷、柯正俊高雄报道。环保局罚金毋若7站尔，秋冬天中南部空气污染有影真严重。南部反空污大联盟宣布讲，今年12月15要踮高雄举办大型游行，也会提出5大诉求，要求台电、中油、甲中鋼自明年开始，上无爱减轻3成的青土炭。伫家己做的演讲道具，伫咧面抹乌炭。来自高雄大南部的团团代表指出，住伫临海工业区的四周边，附近有台电、中油、甲中鋼。中鋼的炭污就世界杯，因深深受到污染之害。虽然政府有提出要替因清穿，但是因质疑污染若是无对根本来解决，包括倒位拢共款。毋通住伫一个闪晒的所在，佮搬去一个闪热的所在。高雄人足可怜，伊的工业产值呢贡献整个国家，但是我们那边牺牲最大。当地空污严重，无共季节有来自无共工厂的污染。另外一位嘛住伫大南部的环团代表表示，附近真侪厝边着岩，但是互因更加愤慨的是，环保局检测拢讲无超标。逐摆拢讲吼，每一家工厂拢合乎规定呢，
哦干，啊你合乎规定，啊你吼500几间的工厂伫遐，逐间拢合乎规定，啊都集中在一起。为着要让总统候选人会当了解南部人的痛苦，南部反空污大联盟决定要举行大游行，并且提出5大诉求。我们希望2020年生煤至少要减30%，中钢炼焦炉要停掉，不能再使用。环保团体已经确定宣告当地高雄市举办反空污大游行，除了要求固定污染源爱减烧炭，兴达电厂旧的烧炭机组2020年爱除役。陈昭华阁要求政府应该比照云林六轻附近的居民，替大南部当地的居民进行更加完整的流行病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空气歹，大社工业区四边的民众嘛真头壳痛。内政部营建署今日伫咧审查大社工业区降落来到一种工业区这条案，住伫咧四边的民众透早嘛去到遐抗议，因批评讲经济部门照拼照行，去年无甲工业区降级的工课办好势，才会互因较担，还佫生活伫咧石化工业空气污染的环境内底。居民去到甲经济部长的相片摕落来打，再去营建署都委会审查大社工业区降边案。30多位来自高雄大社工业区的居民半暝啊坐车来台北，再去到来甲营建署的门口抗议，提出21当前的公文，痛骂经济部背信，无伫咧去年将大社工业区降变做污染较低的一种工业区。21年前就已经照案通过确定的核定的公文。这几10年来，国民党政府和民进党政府轮流执政，来欺骗咱所有的高雄人和大社人。阮今日的抗议是有理的，阮唔是要拜托政府来讲一遍，是政府早个民国82年去答应阮啊。根据都市条例，工业区分做特种、甲种和乙种。特种工业区用稳定油业、液化石油和玻璃等等4种严重污染的产业；甲种用稳特种以外的工业；乙种干那限制但无法公害的工业。大社工业区占地11公顷，差不多4个大安松林公园遐尼大。内面有11间炼油厂是属于特种工业区。90年代，因为工安的事件定定发生，经济部承诺甲大社工业区并5轻关厂计划。应该伫107年完成迁厂，并且降变乙种，但是已经过一冬，居民控诉受到重工业空气污染之苦。降变案，高雄市政府伫3月审议通过，送中央审议。毒气呢，每天的排放，大社石化工业区是一个2质的工业区。把他们的环保的成本呢，通通把它外部化，人体的肺部当成他们的免费的人体空气清净机。高雄市都发局伫咧会中指出，经过经济部工业局书面评估，大社工业区产值850亿，因为无找到适合的土地辅导迁厂，偏向变更做甲种工业区。但是高雄市卫生局的风险报告嘛强调，石化工业区的居民着感的风险较悬。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日头、空气甲食水3项上要紧，运动界真出名。彰化田中的马拉松，这礼拜日就要举办。这回自来水公司会伫咧沿路设8座青啉的食水台，让马拉松的选手会用直接食水道水，嘛通减少塑胶干啊，还是纸杯啊遐的粪扫。自来水公司嘛强调讲，若水质绝对免看路，尤其现场有专人每1点钟拢咧检验，民众咱听好安心。每一年的田中马拉松都会声10万人来参加，真侪企业还有在地民众拢会设补给站。毋过因为大量使用管啊，还有杯啊，若无环保，比赛了嘛需要骹手来摒扫。台湾自来水公司只介绍8座青啉的食水台，要伫即届田中马拉松比赛内底，互选手来使用。毋过针对要直接来啉水道水的这个代志，来问看卖民众有啥物款的看法？可以减少很多塑胶类的垃圾产生，而且如果他敢这样子用让大家生饮的话，应该可以对它的水质应该会有保证。这是一个蛮环保的概念。那自来水公司也有这个机制，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提议。但是我对于卫生有比较大的疑虑，因为大家都在使用的话，会有卫生的问题。
针对有民众质疑水质还有卫生的问题，台水董事长为民国邓显侃挂保证，水道水的水质绝对无问题，而且食水台是用斯坦利塑做的，佮是用无烟的水道头，还有专门的人每1点钟都会来检测水质，民众绝对会当放心，而且嘛会当减少真侪粪扫，还有卡手。预估会省2万罐的这个矿泉水哈，而且可以省下10万杯的这个纸杯哈，那也可以省下将近200个这个人力。台水公司强调讲，虽然目前台湾的水道水的水质已经会当直接啉，不过民众厝内水塔还有水管无一定有够清气，嘛无一定安全，所以无建议伫厝直接啉水道水。若是电中马拉松除了有台水提供的食水台，比赛路线同款有传统的供水站，不离个电中镇公所同款是希望讲民众会当家己炸杯仔，做回来做环保。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渐渐冷，饲乌鱼的乡亲开始咧收成。咱来看彰化新港的詹家村。因遮破开的乌鱼子，大副都真大肥。当年烫天的辛苦有所望，渔民丰收好年冬。人讲九月乌较赢食猪骹苦，就知影乌鱼来做补身体料理，绝对是摆有顶的。伫咧彰化新港詹家村也开始伫咧收成今年头一批乌鱼，也因为立冬就要到啊，真侪民众拢出外来交关选买。通好立冬补冬补喙空。今年加饲1年啊，有啊，较大尾着啊。介绍即马若咱市场，阮有甲看，拢112块啊，1公斤啊。鱼趁钱，人趁钱。今年收成的时阵，虽然毋是假日，不过知影这个消息的民众，大家也出外来要抢今年头一批活跳跳的乌鱼。养殖业者表示，这群乌鱼已经饲5冬啊。大尾拢嘛真大尾，平均大尾拢有3斤半。这乌鱼今年彰化县第1场的啊，伫曾家村才掠的啊，你看每一尾哇，这么饱满，新鲜度绝对是青的啊，有要食的人要买的人较紧来哦。今年价销是稍微有起几块银啊。现掠的乌鱼新鲜搁清甜，肉质定 Q 又搁袂软老，现破金黄色的乌鱼子，大副拢大肥又搁真饱甜。伫咧日头骹闪着金黄色的光芒，用看的就感觉真好食款。毋那乌鱼子，大家爱抢乌鱼表，也是大巷仔内知名爱买的物件。看到台北活跳跳的乌鱼，也看到台湾养殖业的乌金，看到所有鱼货变作是人客肯定的好货。这款互人肯定的丰收，才是做事力的好年冬。记者综合报道。擦青皮的火车历史上介久，车顶阁无斗冷气，是够单，还阁有咧行。火车的形体，即当阵一天敢若一班往回邦寮甲台东。屏东县政府举办头一届南国万读节，邀请作家伫咧这款青皮火车顶开讲文学。11月初8就要起行，咱就来去车顶哪读册，哪欣赏南回铁路线沿路迷人的风光。火车摇晃的是回忆，推挤的是时间。伫台湾上古早的南皮火车顶头，有作家诗人来读因的作品，分享因的文学创作。这是屏东举办的第1届南投万读节的活动，把火车打造成行动的册店，要互大家伫山甲海的陪伴来享受阅读的趣味。透过阅读或者工坊的对谈讲座呢，让我们更多的伙伴们擦出火花。对屏东，大家可以共同讨论，不管到部落、到农村、海边、离岛，任何一个地方，信手拈来都是我们适合阅读，而且静心可以提升能量的一个地方。除了伫铁基路顶头的阅读路程，文化人龙应台、钟英峰佮歌手林生雄，卖伫以早贯穿的所在地，经受了的胜利新村，用文学、音乐为观众甲屏东大武山的壮丽，用讲的、用唱的表现出来，充分的去呈现我们整个屏东，不管是在自然的风光啦，或者说整个文化的底蕴上面哈，我们透过阅读、透过音乐、透过这些作家、文学家的这个分享，我们希望整个屏东变成是一个整个城市都是一个阅读的一个城市。屏东为年初台湾灯会，打结束台湾世界展，佮特别伫11月初8发车的南皮阅读列车，顶真侪南国万读节活动，要互大家看到屏东唔但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嘛有真丰富的多元文化，佮非常浪漫的文艺气质。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大鼻乡的农会成立到今拄啊100档，农会嘛特别结合本地咸菜文化节，扩大办理庆祝的活动。现场设计袂少趣味的比赛，互民众更较了解大鼻的咸菜特别奇卡的所在。中昼时嘛传咸菜的料理真澎湃，互人客进入食福欢喜甲笑嗨嗨。有小囡仔入去咸菜摊用脚打咸菜，大人伫边仔用手拿咸菜，遮尔新鲜佮趣味的活动，真侪人拢是头一摆亲身体验。就把生菜叠上去，然后就撒盐，然后再踩下去踩就好。这是大鼻乡农会举办的100周年庆祝活动，现场唔但传各种游戏和澎湃的咸菜料理，互大家有通耍，佮有通食。也有其他乡镇的农会嘛来遮摆摊，同齐行销云林县上好的农产品。拿咸菜啊，来遮看老眼啦，拿咸菜啦，真啊顺的咯。咱今仔的内容呢真丰富啦吼，然后这个拿咸菜，啊搁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咱有邀请5间的这个餐饮科的学生啊吼，来做咱这个咸菜的料理。趁这个机会。农会嘛做伙举办米甲的开幕仪式，希望透过这间新米甲的成立，会使提升在地稻米产业的品质和竞争力。碾米厂会当来落成启用，这对咱自有品牌，咱这个世上米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力跟活。咱若要食米咱的云林米真正有够赞。农会透过办活动来推广在地农特产，希望民众除了支持当地出名的咸菜。嘛会使熟悉在地稻米，希望这2项未来拢通成做大鼻乡的特色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关心农业，做田人上界惊落雨风台，气候的变化会去影响到收成。来看高雄，近来农业改良场有设计一套智慧农业警报系统，不管是在挺好掌握远年的温度、湿度，各有日头光的变化。嘛会随发手机的信息通知农民，当然农作物的品质就如何看顾了。如果假设泡到水里面，它就会发一个简讯告诉你说，土壤你田间淹水了。这台智慧农业警报系统监测到田里有淹水的情形，就紧发简讯通知农民。这几年因为气候变迁，真侪农民因为木瓜园未堪得一直予雨淋，造成真严重的农业损失。高雄区农业改良场针对木瓜的防灾技术，发表智慧农业警报系统。这套系统会使依照农民的需求来做设定，田里的湿度、温度，也有光度等等的环境变化，拢会使即时掌握。光合作用比较不好的时候，有折叶的现象啊。折叶会造成木瓜的死亡。对啊，它系统上面都会显示，数据多少，就开始要后续的动作该怎么处理。木瓜若是长期无充足的日头光，或者是踮伫土壤含水量较悬的所在，进行光合作用的时，就会因为碳源无够多，增加树身死去的风险。智慧农业警报系统即时发简讯通知农友的功能，就会使稳定木瓜的品质，也有农民的收益。我们有一些参数值，就可以智慧化的告诉农友，你要做一些适当的处置，比如说你是不是要进行疏播了。有了这套智慧科技系统，农民就有法度更加精准看顾田园，克服气候变迁造成的农业损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法国的总统麦克龙去到北京，和中国国家的主席习近平会面。中国甲法国这回有签一份价值150亿美金的贸易契约，嘛做伙表明支持巴黎气候协定，对抗地球气候的变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在3天的访问期间，中法两国签总共价值150亿美金的贸易合约，内容包括航空、能源，还有农业领域。对法国、欧洲工商界而言，中国的发展是你们的极好的机遇。中国的大门始终对世界打开，希望法国、欧洲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敞开。Il y a maintenant un très gros travail à faire pour que nous puissions finaliser ce travail qui depuis des années
se poursuit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qui est de bâtir un cadre d'investissement, et vous l'avez parfaitement dit. 除了贸易的问题，习近平甲马克宏搁伫咧会后联合声明表态，今年支持预防全球暖化的巴黎气候协定。马克宏嘛表示，就算讲有真侪敏感的议题，啊，毋过共款会当增加双方市场的开放性，尊重智慧财产权，建立双方企业公平的贸易结构等等。马克宏嘛讲到，伊嘛代表欧洲向习近平来讲到香港的问题。 Nous avons appel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les parties au dialogue, et c'est là-dessus que je suis revenu, à la retenue, à la désescalade. Et je l'ai dit au président, et c'est pour moi le cœur de la réponse aujourd'hui au contexte que nous évoquons, au-delà de la grande vigilance à l'égard de nos compatriotes, c'est d'insister sur la nécessité d'une désescalade par le dialogue. 北京政府正要警告香港的议题无应该列入去外交议程。啊，毋过马克宏伫咧结束3天的中国行程了后，同款是提出香港的问题。啊，若是敢有讲到外界同款嘛真关心的新疆人权问题，马克宏是无加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的堪萨斯这大都市，有一条几百年历史的路，今年年初去互市议会通过改名，要纪念黑人人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因为有真侪民众感觉讲改名的程序有问题，因也主张讲佮改转来旧名。但堪萨斯的市民公投的结果出来了，咱做伙来看卖。 原本名号做帕塞尔大道的金门大道，是伫咧19世纪末期，堪萨斯都市美化工程期间所规划的建设，是东区南北的主要干道。整体设计是借用墨西哥市的改革大道来的。帕塞尔这个字伫咧西班牙文的意思，就是大道的意思。大道伫咧1899年完成，1900年正式启用，变做堪萨斯市真重要的地标，嘛是真侪堪萨斯市民共同的基地。 过去真侪年以来，全美国的非洲的团体拍拼伫推扫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车市，都必须爱有主要的道路，用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恩来号名。堪萨斯市议会伫咧今年1月份通过，甲帕塞尔大道改名做金恩大道，互支持者是真欢喜。啊，毋过反对阵营嘛随发动连署，而且伫咧今年4月份达到立案的目的。双方来去的过程当中，除了伫街路邮票、设票据看板等等，嘛利用较长礼拜日的场合来宣传理念。 We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giants in this community, because now we are 51 years. 51 years since the assassination of Dr. Martin Luther King. 大卡的民众当中，除了手提票据主张维持金门大道名的信众，嘛有真侪人主张改登去帕塞尔大道的市民，反对佮改名一方指控另外一方是用白人为主的种族主义者。啊，毋过其实嘛有真侪非洲的主张改登去原本的名，手叫帕塞尔大道运动的主要干部内底，都有非洲的人伫内底。We have made this decision for you because it's best for you, and be quiet and accept our decision. And we said, hey, we have a voice, we have a say, we got to change these things, and we want to be part of this conversation. 这个公投结果支持改登去原名帕塞尔大道的迄方，用要7成的票率赢。啊，毋过反对另外一方无按算着安尼要准拄煞。堪萨斯市的道路号名争议看起来佫还袂煞。记者综合报道。无人咧驶家己会走的轿车，这是未来的时势。毋过美国伫咧去年3月有发生无人驶的车弄死人案件，当美国政府调查的报告出来，统计落去才知影讲，毋那即站过去嘛有发生37摆无人车的车祸。Uber 这几年来导入无人车开发，想要到去年伫亚利桑那州做道路测试，意外弄死一个砍卡拉车，过车内49岁妇人人，是全球头一件自驾车死亡事件。悲剧发生了后，Uber停止所有无人车计划，9个月了后才重新伫宾州进行。美国政府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8日针对这个事故发表超过400张报告，表讲为2016年9月份到2018年3月份，也就是事发进前的18个月，Uber自动驾驶车爆发生37件事故，其中大部分拢是弄车。另外，Uber 无人车设计并无考虑到会有过路人乱过街路，造成系统无到正确反应。以去年的死亡车祸为例，出大一妇人人，迄当时毋是行伫斑马线，无人车一开始就是伊是一台车，到尾又搁判定伊是其他物件，毋过无人车袂当成功有切妇人人的行动路线，都直接弄起哩咯。Uber 表示，伫改变系统了后，即摆已经会当避免类似事件发生。检察官并无要求Uber替妇人人死亡负刑事责任。
不离过迄当时坐伫车内参与测试安全人员，所可能面对刑事指控，因为保守本分，用行动装置看影片，无注意到车前状况，和原本会当避免的悲剧也是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2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嘉义23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恒春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金门、马祖、澎湖20度到28度。感谢好朋友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清，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